哇！一家四口，加上你有咁多嘅復康器材，想都想像得到你哋一家四口有幾咁擠迫啦。等我介紹一個好特別嘅社區服務俾你哋啦，就係叫做社區客廳啦。社區客廳個名好特別喎，係咩服務嚟㗎？社區客廳係由關愛基金資助，香港政府負責推行，主要係為居住喺劏房嘅家庭提供額外嘅生活空間同埋支援㗎。現時香港已經有10間社區客廳，分別喺深水埗、紅磡、土瓜灣、旺角、筲箕灣等等嘅地區，仲有西營盤、南昌、太子、馬頭角同埋高山道嘅社區客廳。以下嘅片令到你可以更加了解10間社區客廳嘅情況。跟住節奏放大睇睇10間社區客廳喺邊度？你話社區客廳係為咗改善我哋劏房戶嘅生活空間，咁即係話我可以喺嗰度住？哦，唔係咁嘅意思，你就理解佢為一個家庭式設計嘅青少年中心啦。喺裏面你可以揾到共享嘅廚房同埋呢個飯廳，裏面有提供電器同埋呢個用餐嘅空間，方便煮食同埋一家人團聚㗎。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兒童溫習室，為兒童提供寧靜嘅學習同埋閱讀嘅地方，仲經常有功課輔導班添。佢仲有呢個起居同埋休閒區，配備有呢個客廳同埋兒童嘅遊樂設施同埋呢個情緒學習角。最令人驚喜嘅咧就係自助洗衣同埋呢個沐浴嘅設施，可以平價咁洗衫、乾衣同埋沖涼。哇，咁就唔需要喺屋企咁細嘅地方夾硬放部洗衣機啦。以下係一個案例嘅分享。去邊嘅自己冇方向感嘅，唔知想做乜嘢嘅，真係好無奈嘅。咁後嚟我嚟到陽光中心放學嗰時，小朋友喺度玩咧，大人又自不然咁坐喺度咯。嗰個人咧就變得好開心咯。以前咧未嚟用工之前咧都係即係收工啦，咁又冇朋友啦，啲親戚咧就又住得比較遠啲，所以咧就冇咩話有社會活動嘅，冇咩朋友噶嘛，喺屋企咪即係睇下手機啊，咁啊一日瞓覺咯。咁啊呢度用得最多都係洗衣機啦，因為我屋企冇洗衣機啊嘛。其實呢次研究咧，我哋主要發現咧，其實第一社區客廳咧，其實街坊一定要夠近嘅。咁大部分街坊都話咧，其實社區客廳一定要喺佢哋生活圈，即係一個15分鐘嘅步行範圍之內，佢哋就會去啦。其實唔同種類嘅街坊咧，對於社區客廳嘅要求都好唔同嘅。咁我哋主要發覺其實有2大類街坊啦。咁其中一類咧就主要係以有小朋友嘅家庭為主啦。佢哋會需要好多就係同小朋友有關嘅一啲讀書啊、托兒啊之類嘅設施啦。咁另一類咧就係一啲其實冇小朋友嘅街坊，例如一啲單身人士啦。咁其實咧佢哋反而咧就要有一啲咧家居設備，例如係嗰啲淋浴嘅設備啊、洗晾衫嘅設備啊。另外其實佢哋咧亦都係需要一啲咧即係成人發展有關嘅一啲服務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覺得就算一個區，例如一個旺角區又好、深水埗區又好，其實佢應該咧就要只要一間社區客廳嘅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哋發覺咧，即使係喺一個小區都好啦，其實街坊嘅需要可以好唔同嘅。所以我哋建議其實喺一個小區入邊咧，可以有好多就一個旗艦式嘅社區客廳，有晒所有功能嘅。反而其實佢可以有一啲細細地，好似衛星型嘅社區客廳，佢要夠近，但係就滿足翻嗰個小區嘅一啲街坊嘅特性。社區客廳個實用面積咧係有3200尺，設施齊備嚇，5臟俱全。除咗滿足到我哋一般市民日常嘅所需嘅之外咧，更加重要咧係我覺得係有家嘅感覺嚇，嚟到啲大家好開心啊，好融洽啊咁樣。咁平時咧，媽媽咧就可以喺環境闊落嘅備餐區啦，同街坊一齊咧就煮下飯啦，傾下偈交流啦。而細路仔咧就可以喺對面嘅學習室，有義工朋友咧係幫佢輔導功課啊、做功課啊咁樣，亦都可以咧中意個遊樂角嗰度咧係遊樂啊，去玩下咁樣。父母放工之後咧，又可以直接嚟到社區客廳，同小朋友一齊咧喺我哋呢個燈火通明嘅飯廳食飯，再喺客廳睇電視。臨走之前咧沖埋涼、洗埋衫、乾埋衣等等，一應俱全啊！